大家好，尋日係小暑，我哋廣州真係夠晒熱嘅啦，有37度。喺傍晚嗰時，我專登嚟到珠江邊嚟欣賞我哋廣州靚到好似童話世界一樣嘅日落。呢度係珠江琶堤，亦都係珠江啤酒廠嘅舊址。咁前幾年呢，呢度係改造成酒吧街，佢個全稱係珠江琶堤啤酒文化創意藝術區。珠江琶堤呢個堤字廣州話應該點讀呢？我今日係專登查咗下字典，有一個好有名嘅成語係醍醐灌頂，就係呢個堤字啦。廣州話應該係讀堤啩。依家我企喺一個酒吧嘅上邊，企喺呢度睇我哋珠江嘅日落，真正靚到好似童話咁。呢啲有軌電車呢，隔10幾分鐘佢就開一趟噶啦。如果你第一次拍得唔夠靚，咁你咪等多2次咯。我都拍咗幾次嘅。呢個酒吧嘅位置應該係以前豬啤嘅包裝車間，呢個紅色嘅貨架應該都係以前豬啤嘅。企喺呢度係非常之有意思嘅，因為豬啤喺80年代係我哋廣州工業嘅標誌，而呢度呢，仲有我哋廣州嘅地標就係我哋小蠻腰啦。咁所以呢個位置呢，就係我哋80年代廣州嘅標誌同依家現代嘅標誌共存。豬啤係我哋老廣嘅集體記憶，特別係對於中意飲啤酒嘅男士們嚟講，豬啤係創建於1985年，後尾佢搬咗過南沙。睇下呢啲高大嘅煙囪，豬啤廠房嘅主要設施依家係保留住嘅。呢條長長嘅走廊以前喺豬啤係做咩用嘅呢？如果你以前喺豬啤係工作過嘅，你可以喺評論區話俾我哋知，呢啲廠房嘅設施以前係做咩用嘅？呢個好似圓錐形咁嘅，係唔係就係麥芽桶倉呢？2010年開始，豬啤嘅呢個舊廠房開始改造，佢係以啤酒文化為主題，引入咗好多嘅酒吧、畫廊、音樂公司同埋藝術公司，主打年輕潮流文化。依家我行上另外一間更加大嘅酒吧，佢係喺天台頂嘅，咁啊一覽無遺咁拍到我哋珠江嘅日落。呢間酒吧咧，佢喺公司上邊嘅。如果係唔熟悉嘅人，真係唔知道酒吧喺邊度。但係如果你係潮男潮女，就一定知道呢間酒吧喺邊度。喺廣州有咁靚嘅機位，有咁靚嘅酒吧位置，可能都係僅此一家。我拍嘅一日係小暑，真係好熱，最熱嘅時候天空就係最靚嘅，所以成個熱天咧，你唔一定係小暑拍噶嘛。特別係去到颱風之前嗰啲火燒雲，哇仲靚啊！但係如果有火燒雲嘅話，我諗呢個位置都好難揾位啦。我哋企喺度拍咗大概有半個鐘頭，天空嘅顏色同埋太陽嘅顏色每一分鐘都喺度變化，真係靚到眼都唔想眨。到6點幾，呢個酒吧咧已經坐滿咗俊男美女啦。我哋廣州真係靚啦，作為廣州人真心感覺到自豪。好多謝呢幾位嚟自佛山嘅靚女俾我拍咗咁唯美浪漫嘅畫面，送一首好好聽嘅歌俾你哋。夕陽醉了，落霞醉了，任誰都掩飾不了，因我的心早醉掉。是誰大笑？是誰大笑？默然將心偷取了。酒醉的心被燃燒，唯願心底一個夢變真，交低美麗唇印。人下情深故事更動人。真係羨慕佢哋嘅後生，趁住後生應該多啲享受屬於後生嘅浪漫生活。7點幾啦，我哋從酒吧行返落珠江邊，珠江邊開燈之後就更加靚，珠江夜遊啲船亦都開始喺江面上行駛。我今日係拍咗好多素材嘅，一個視頻做唔晒，等我得閒再做第2集俾大家睇。前邊呢，你見到嘅就係有軌電車嘅琶堤站，咁呢啲着咗燈嘅就係酒吧。穿過呢個屹立喺珠江邊嘅龐大嘅紅色貨架，穿過我哋廣州80年代嘅工業標誌，係我哋廣州依家嘅地標廣州塔小蠻腰。多謝你嘅點讚同關注，拜拜。